哦，莲藕粉，莲藕粉的汤，莲藕粉的汤哦，甘甜甘甜，白河诏安，白河益丰啊，诏安那边买，哦，一包都要将近400块呢。哦，甘甜甘甜，趁热热喝，趁热热喝哈，比较不会伤胃，降火气耶，对肠胃也好耶。变凉了，冰跟我都很凉。等它凉了，或者是冰箱冰过了变寒性了，这样温温的吃是温和的，不要怕胃寒了，温温的喝最好，不伤胃。变冰凉了哈，就变成降火的凉性的了。哦，莲藕粉，白藕和莲藕，白荷莲花，白荷莲花哦都可以欣赏。那这个是秋冬在泥巴里面采到的莲藕，然后洗干净，然后磨粉。洗干净，然后经过制造，然后才有这个粉呢。哦，粉用干净水煮一煮，然后才会变成这样。莲藕粉汤哦，莲藕粉汤哦，温温啊，啉做好啉，降火退火，无伤胃，无解胃。热就无爽快啊！食喝莲藕汤。看纯的了，你看哦，纯的煮好了变这样，纯的呢哦，那白河益丰的北边那个诏安那边买的嘞啊，你看纯的莲藕粉煮好，是有点淡黄色，透明。有的卖的比较便宜，可能加的那个叫番薯粉、番薯粉，这个纯的了，哦，纯的。哦，天然的最好。莲藕粉用干净的清水煮一煮，温了，等它温了哈，哦，好吃啊！等它温和了，然后哦，赶快吃。怕那个食物凉性的话，趁温的，赶快喝。等凉了变成那个寒性，变那个降火了。